来过的哈。这上去，下半句阿公，亲身的故事了。其实我来比这个赛，哎，最大目的就是唱完这首歌。这样也很会创作的，我们的伟如老师，对，来讲评一下。对他这首歌创作的怎么样？其實硬係知道做音嗰間音做歌數啊，就是都是一個心情有感情、感動的。我有被感動。陈伟如是叫你哭吗？阴一两年，阿英进吼，啊，哎你阿英记做得了，哎，做得阿记阿记他太啊，他太啊，干嘛病啊他太？超过一甲子，有60岁了哦，他有病，我还以为你超过我一甲子。做仙的。来哟来哟来哟！跳闹耶跳闹耶！三姑六啊，冲啊，心路开哟，我中国的心错，闹耶倒里头，闹热冲下来。乡亲朋友大家好，我係阿鳳姑啊！来，今天大家好。哎呀，哦，也嚟到呢流行歌曲組。破壁整八岁，目前 V 面迄強用 V 面3關的送出牌。哎呦，上禮拜有驚無險啊！哎呀，呀，哎，全部強分哈。哎，都厲害呢，對，我哈，用們這個 V 呢，參賽者越來越厲害了。哎，我們節目越來越有可看度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哎，懂精彩呢。對呀，哎，每次都覺得很享受，很像拼盤演唱會。真的呢。哎，裡面有2種感覺哦。講真的，挨着這個錯都帶下，看人家的表演。講真的，我們是也是在享受啊，也是在欣賞一個很精彩的表演。對啊，每次都期待他們這禮拜有搞什麼花招。對對對對對。然後其實他們有時候唱歪掉或者什麼，我們會替他緊張，你知道嗎？對啊，我想老師們應該也都是這樣啊。對啊，對啊，應該都會2種心情。對對對，講到老師們，我們現在要厚厚的介紹來，我們4位評審老師來。好，歡迎葉嘉瑄先生、鍾飛先生、馮玉勳先生、陳美儀先生。好了好了，真的哎，講真，安尼也參賽朋友哦，搭擺比賽時節，佢喺舞台上嘅表現有會無？安尼帶下咩要推佢啊？對吼，會會寫會緊張啊？哎，沒不會啊，也會叫好啊，哇，好的話，哎，有時候真的做着做着很想睡覺，有沒有？對啊，哎，你們一唱好，你們如果唱歌往那邊一看，羅哥在這樣就 safe， 就是 safe。如果突然羅哥醒過來就哦。有危險，可能唱錯詞或者忘詞。最好不要看我，你就看着老師們。哎，蒙詞的時節給嘉賓。哎呦，剛剛那段是不是沒唱到？好的，好呀，來一位新的朋友啊。新的朋友同阿姑用的。3夜鄉親啊。哎，沒有你3夜。哎呦，講什麼喲？哎呦，5聲詞哦。哇，來自3義的不是帥就是美啊。啊，是這樣子。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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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過我不用求人呢。好，帶來歸來。
哎呦，3年向前嘛，嘿，唔顶还是3年嘛？知道，顶嘛？知道，知道啊。3亿之光哎3年4个。3亿之光，3亿之光啊！你没有唱3亿之光的歌，对。还好你没唱，可能会扣分哦。你那3年吗？不是，没有，我是3年深秋。对，哦，老公迄3亿，哦，你老公3年。嗯，黑吗？啊那边，跟你老公。那是你老公哦。对，哇哦，老公看起来人很好。老实啊，3亿人就长这样啊，就是老实脸。你用第几做生意？因为老实人，老实脸。哦，老实脸。对啊，因为3亿就是木雕嘛。嘿，刚才做木雕哎。所以不是哦，就长得有点木雕泥塑的感觉。还是卖板条啊？3亿是不是也很多客家板条？板条在美浓啊。哦，米农嘅片哦，新埔嘅片哦，哈。唔带3亿那的。哦，水米耶。水米耶哦。哎呀，客家新 Q。对，水美就是那个雕刻一条街那里。哦，去给福交流道下来就会给挑。那也算是苗栗那边的大户人家啦，才会住在主要街道嘛，黑毛。哦，什么睡眠不一定啊，他搞不好是3边的。感觉是大户人家，他说他老婆来比赛，每次都要给他新的自装费。哎呦哦，这个是最大的诱因。还是你老公看准你只会来一次？应该是我觉得我只会来一次啊？应该是我自己觉得我只会来一次。你觉得你只会来一次哦？哦，你本身是客家人吗？不是，你是哪里的？客家人，我是大甲人。哦，大甲是用隔壁听听嘛。对嘛？对，所以你是爬山过去找到他的？他是开车半小时过去找到他吧？哦，这样子。大甲人，所以你是喉咙同样是苗栗县呐，但是他大甲妹台中市。就过。你们苗栗国话太大了吧？院里过去大甲。跨国了呢。院里的以南。院里往南是大甲，对，像院里啊、通霄啊、那个白沙屯、马祖那边，和海线、海边嗰邊全部都後路人較多啊，所以大甲就後路人較多啊。對，台中大甲。啊，所以你是這樣跟他認識，對，然後就嫁了3億，嫁幾年了？在3億待幾年？第2年。第2年。第2年新婚不久哎。客家話會講嘛？不會。你沒有入鄉隨俗。不卡油講嘛？對呀。哦，不卡油講，天天的就會了呀。真的呢，客家呢，第3億差不多80%-90%全部都客家人啊。應該係吼。差不多啊。佢天天佢唐嘅事啦，他聽得懂啊。罵人的不嘛？罵人呢？什麼人？罵人呢？罵人的。你看。全部都娘都。看看。罵老公看看。你罵你老公，你都怎麼罵？我不會罵。他們才新婚，結婚第2年罵老公。那他們在家裡吵架都怎麼罵？敢不會嚴格？會吵架嗎？不會。不會。啊？他們在家裡吵架會用客家話？就是都不講話。不講。哦，就不講冷戰就對了。哦，蠻 peace 的方式。對。那你在路上有沒有聽過人家吵架？客家話吵架？吵架。沒有。沒有。沒有。哇。3億很 peace 哎。哎，对是，我們家附近常常有，都叫到要報警。3億，鳥語花香的，風和日麗的地方，對不對？哎呀，對，蟲鳴鳥叫的地方，大家都心情好。是啊，但當然這個，我以前我們家對面有一個也是嫁來的外省人，大概不到冇多1年哦，冇多1年佢客家話好，比你哋好，懂會講呢？也喺廣州省裡嘅。唔咩呢？做生意沒有哦。哎呀，所以你要入鄉隨俗。可以先學唱歌啊。先學習客家歌嘅開始，係嘛哈，是一個好的開始。所以你覺得你今天就只來這一次啊？還是你自裝已經至10套了？有嗎？你應該先跟老公談好條件了。還沒。還沒有。哦，好吧，好吧，還太嫩是不是？對，沒關係，我們先。如果結婚20年，就應該不會這樣。請嘉修老師公平他。你喏，他可能結婚20年，大家再繼續比賽啊。哎呦，有機會啊。去摸更大了，我覺得老公對他的方法很不錯，因為真的從學講法哈，就從國體腳啊，所以一定要用唱歌的方式來學講話是非常快的，所以她老公一定是跟她這樣講，所以她就開始學了。不過她有壓力的，因為現在有壓力蠻重的哈。第一次來。對啊，第一次上電視，然後
像这首歌词有巨星在旁边，罗斯峰。哎，对呀。3亿之光。不，2个巨星嘛，旁边还有一个金曲。对啊，你也是巨星，对啊，歌后哎。对呀，对，还是要我讲这一段，我知道啊。谢谢老师。不过重要的一点，我是觉得他真的很用心的。就是说，虽然说很紧张，刚开始就可以知道，因为他眼神完全就是一副就打直的，就眼睛里面只有歌词在想，然后他很辛苦，就眼睛里的歌词是国语的，然后他要把它翻成客家话，然后把它唱出来，再加上旋律，沿路这样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了，辛苦了。而且这首歌还是 swing 的，就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感觉上精神真的很可嘉。然后一直撑到最后，就是大致上都还可以。比如说音准稍微跑一点啊，什么那个都是很紧张的关系，这我们都能够体谅嘛。他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嘎哥讲那个地方，他结束了，嘎哥讲，就把它唱完了，松了口气是不是？对他也不管这首歌是 swing 的是什么拍子，他就照他的拍子唱下去了。就突然间觉得这几个句，这2支嘎哥讲完全跟这首歌没有关系，这样。不过最起码我们可以从这里头看到，说一个客家媳妇很用心的准备要开始入境随俗的感觉，这样，对，所以要给他热烈的鼓励一下。哎呦，对，发挥客家文化，没错。哦，对，谢谢你哦。嘿，是。嫁给客家人又学客家话，真的。所以你们现在还待在3亿吗？对。还住在3亿？对。哦。那永清有几飞好些啦？还是好些被几飞较多啦。嘿，很有机会学习到。你没事就去那边吃面，那边吃面全部都是那个客家人很多嘛。你去买菜都讲客家话啊？还是你不买菜？我没有买菜，我比较幸福啦，都婆煮哦。哎呦，这个你看，如果跟婆婆去买的话，你就是用客家话去杀价，你可能就可以买很便宜，很快。东调就是在后头哈嘎发啊，好啦，真的很开心，做的赌都3亿年呢。嘿啊，难得哈，人不亲土亲，哎呦，碰到3亿，来啊，看一下，来，好，看一下5生词跟分数。90.5分，这个老公会省很多钱。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对，下次先把衣服买起来。是，因为我们后面也是这个4个都很强。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派头？各个气势惊人，有没有？各种姿势。叶一腾是这样，来势汹汹。虽然是夹在那里，但是他那个眼神有没有很犀利？对，各个来势汹汹，但他们人都很好。对。但他都在用书一下，享受一下。对，但你有老公了，不一定要跟他们互动。对，他们没有人帮他们自装，比较辛苦。好，先回座休息哈。谢谢圣慈，谢谢。麦克风送你，当留念。沙下来，慢沙来，嘿，眼镜鼻带来，下一站。好来，躺过来哈。各位来到我们酒店，进入酒店后请勿说话。这时候呢，就有一个男生这样，好，然后义务推搡，好嘞，客人吗？客人，然后我的朋友，其实是我的朋友这样，先生，我们现在开始就不可以再说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我们的 speech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酒店。一开门，一踏出去，哎呀，现在该往哪儿走呀？然后我同事他一出来，他是送完观众出来就跟我说，我真的要受不了了。这点点的人，爱是上爱一生，独了，看条线，看条背，看爱一天，做嘛该为行动，俩下。第二场陌生的人，爱是上爱一生，独了，
上出行，上转弯，上上下一站，爱现来爱情剧，无假设，敢做在往前，爱唔对哦，敢做在向前，爱咩唔对哦。 该东西唔来，但系本来就唔合。该唔想安用也没用。第两集故事嘅人，爱思想爱一撒度量。 上条牌，上梦绪，上到该开始，属于爱的地方，喺哪位？这首歌后堂哎。 哎呀，你把它诠释的整中别国哦，咩会流强的歌诶，还是因为这个词给行业他舒适，故说唱的还有感情，好听，好听后堂啊！你诠释这个歌也是很到位，哎，谢谢，有进入那个情绪里面，那种感觉。也条歌咩有一招会献本给对象吗？从本一家糖，七家糖哦，冲本七家糖的哦，没有冲本小事。 啊，他老婆跟小四一路到底都一样吗？哎，又来了又来了，哎，顺通嘿，小三有来，顺通嘿，小三有来了，小三大四，那位是你爸爸，哎，爸爸好，爸爸怎么感觉好像跟你像兄弟？是你问题吗？不勇的今后呢？爸爸看起来很糗啊，对啊，对啊，就是很时髦，是啊，嘿。 然后他就是在访问的时候也不会紧张，一派自然，有没有？嗯。哎呦。比我更像在上节目。录影，继续录影啊！你爸接上节目啊？冇啦。接上节目？冇。哦。爸爸，你爸爸差多少？我爸。你算一下，你几岁不就知道了？24岁生我的。你24岁生。那你爸现在几岁？50。他就是不讲他几岁。52了。52岁啊。爸爸差2轮。差2轮啊！爸爸也52岁啊。哦，那52岁哦。宽有就62岁。哎，要套出你的年纪，62岁。啊？2轮就24加。对啊，24加24啊，58了，50没有啦。我属龙的呢，想溜哎。 到底几岁？对啊，想溜哎，36啊，我36、37啊。哦，对啊，差2轮那样，还嘛哦，那你爸爸就是61岁了，61岁啊，装一下。爸爸看起来就是很乐天的、很乐观的人哈。我运动，我同个就七家个生意人来大追姑那种像朋友一样的。所以跟爸爸感情当好，用办好，我出去。 真下运气哦，用这件感情有好，我听他19的哦。老婆有在一起吗？妈妈跟老婆有一起是不是？妈妈没有，老婆也有一起。哦，老婆也有一起。那会你单独跟爸爸去喝吗？要看有没有放行啊。哦，要看有没有放行。那之前你还要去哪里喝这样？还忙结婚之前，爸爸会跟你一起喝酒吗？没有，也不会不会哦。他有感情以后啊，就是缴很多学费啊，所以才。 可以来唱歌哦。爸爸会带你去一些风月场所吗？还是带你去体验看看吗？不能讲，不能讲啊。他老婆在，有对不对？这就是有，也就有个意思。感觉爸爸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哦，真的哦。妈妈会看这个节目吗？以上纯属虚构。啊。有2个人还不错啊，求生欲蛮强的。有2个人就是啊，就在那种小吃店里面喝酒，哎，你几岁？哎呀，你几岁？我细路啊，那拄好我嘛细路啊，来啉者啊。
哎，哎呀，啊，你住对啊？我就住迄个内湖遐。哎呦，啊那拄好，我嘛住内湖。哎呀，林姐，啉者。你住内湖对？我住内湖叫在金龙路遐。哎呦，啊那拄好，我嘛住喺金龙路遐。啊，来啉者。哦，你金龙路住几号？我住几号？哎呦，那拄好，我嘛住喺金龙路几号？啊，啉者。然后老板娘就打电话给他老婆。哎，拜托诶，恁翁甲恁囝到底要啉到偌久啊？对啊，这两个父子无聊到的。瞎啦！你跟你爸也是这种吗？会不会？你贵谁啊？哦，我姓阮呐，我也姓阮。没有那么可怜的，没那么可怜。吵尽理由喝酒哎。好了，好了，冲色了，听老师讲真的很好啊，呛屁欣赏。Gaby 你好，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棒。其实，每一次，都很期待你这次会选什么歌。对，因为你的音色很亮，很干净，我觉得很棒。但是今天这首歌听到你，在这个亮亮的声音里面是有放松的去表达这个部分，很 Q， 对，我觉得很棒。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我就是听到你亮亮的，然后我都觉得啊，如果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武器该多好。可是给不你爱糖豆嘞，今后那，但是我想要本你再给你从我给世界大拜做按你冲，你就101个动作跟表情，你的手也不会动，你也不会有什么肢体。那当你这样唱的时候，你的口型也自然就打不开。好，这个我觉得我很期待你做一些调整跟改变。这么美的一首歌，我们都因为闭着眼睛，透过你的声音的传达，进入到了这个歌的情境。可是当我们抬头看的时候，会觉得你都把我们的情感锁住了。这是比较可惜。回去跟你们夫人一起来练习，夫人对着她唱，对着你们家倪太太唱，然后很多东西就是把眼睛打开，看着她唱。你要练习前面是有听众的，不是一个人在 KTV 里面一个人享受，这个可能要去做调整。金波尼里，你可以这边来比赛，你就要成为一个比赛的歌手，一个表演者。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好，那第二个，今天有个问题就是，你给解剖，我妈给问，第一段很明显，第一段不好唱，因为它很轻，没有鼓的节奏，只有一个钢琴而已。那你不能在那边听，因为你是一个歌手，是所有的乐手老师是跟你的，而不是你在等待。好，这个我其实之前我也有跟其他的歌手们说过，当你在唱的时候，你不能唱了这一句。因为他拖的哒啦啦，然后再等，哒啦啦才有下一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等待，因为律动是在走的，旋律都在走，就像水流在走一样。你不能唱一唱让水停住，重新开始。这样的话，你的节奏会断掉，你的音乐会断掉。所以怎么样呢？练习练熟，你让这个水流跟这个韵律是在你的里面生成一个。固定的生成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你就接下去了，而不是哒啦啦3、4、5哒啦，这样就是断的。你看你后面有这个 contail 前 contail 这几句的拍子就都不好，就是都差了一点，就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顺的水流里面去体会。你怎么样才可以不要数1、2、3、4，而很自然的它成为已经融到你里面，这首歌已经在你的里面源源不绝了。这个是你今天要去做调整的部分。再来，我希望你的肢体能够敞开。后面那句 "Give me 哦"，最后一句拉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把手打开，因为你给嗓音给色是非常有延展性的，可是你今天都把它锁着，很可惜。所以你的高音的地方，你冲出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往上的方向。你如何练到让你的肢体打开，让这个声音不止往上，而且还要往宽的这个角度，它的那个整个声音在起伏上去的时候，才有一个宽广度，然后再回来。
俩扎古稀怎么这个沉怎么样，重新再去讲。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去练习。当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声音，把你的手打开，把你手一打开的时候，你身体也打开，你的声音就会打开。好，你转移次宽练习看看，我觉得它会给你很大的帮助。好。加油啊！好，点播你不错。他就是属于一个很会唱的素人，还没有被磨过的那种玉，有没有？对对对，所以很多东西都很想跟你说，因为我觉得你很棒，加油加油！可以再雕琢一下。对对对。哎，叶老师，就是因为一个素人然后那他讲哈，你总过噶，因为你唱的不是 rap。所以你不需要把手弄到麦克风上面把它绷起来。这个就是 KTV 使用过度啊。对。所以你的高音的部分，就因为你的手碰到你这个线圈了以后，就会整个都亮不起来，会少掉一些频率，听起来会不准。这是以后一定要切记的，好不好？好，谢谢老师。麦克风很好，一支好几十万。对。OK。好，就是让它尽量亮相，好吧？就跪在这。好，来，看两个粉丝。看一下原件比个分数。好。64.5分呢。哇，分数没一个呢。加油加油，好。哦，等下有几分哦。希望你这块璞玉哦，赶快会被雕琢一下，好不好？自己要加油，好不好？好，自己磨一下哈。什么？安吉姐，不客气哈。好嘞，杀下来。杀落去李小怡带来秋叶。好嘞，弹过来。
真的很棒的一场音乐响宴啊！小Ken老师是不是缺一个金鱼杯啊？对啊，我以为到 piano 好像 bar 唱完要投100块进去，100什么100，人家不让你投，我跟你讲，他们都故意放1000。哦，真的哦，少好几年了。哦，对啊，想好几年了，是不是？下次帮你放个金鱼缸，好不好？好，我家里有一个啦，我拿给你放。不用再投钱。对啊，这首歌如果觉得好听，就过去投钱给小Ken老师。是，真的好像每一个老师都有发挥到。嘿啊。而且没事，我们要付1000块才能唱啦。是啊，就是那种 piano bar 那 open mic， 你要付小费才能上去唱歌的那种。哦，那个是如果有客人要请喝酒的时候，才会给琴师小费。哦，是吗？是啊。哪个小姐想唱什么歌给她？哎，我怎么那么了解？你是有去过对不对？有去过啊。东野有去过。小康老师带你去的？没有，跟我朋友去，然后看人家请隔壁的喝酒，这样的，觉得好羡慕，好想要。请隔壁的喝酒唱歌的。对。哎，你以前那种上海舞台剧的时候，应该常唱这种旋律的东西。就是两种感觉。但对，就是以前就是跟他拼，跟他乱玩啦，这样，然后钢琴手老师即兴给我听懂。对，现场也有乐队老师吗？有钢琴手，有钢琴老师，都是现场的，没有是那个沉浸式戏剧是在一个酒吧里面，我们就在演一个酒吧歌手这样，所以就有个复古的麦在中间这样，然后就梳那种那种头，对，那唱一下 You're my funny Valentines， Sleep Come It Valentines 这种。那酒吧很大吗？没有，小小的，大概就这样子吧，就差不多。可以叫舞台啦，对，一个小小的舞台。哦，因为我那天一个朋友去上海也是，然后就那个他们那个音乐吧，我靠，都是好像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北流一样这么大啊，那应该是在一个 bar 这么大，就是好像就很大，舞台很大，然后现场人很多这样子。对啊，大陆中国大陆什么不多，就人多地多，人多地多。有钱的人也钱很多。对，我们以前的戏观众是会每天跑来的，有一些真的就是。非常感谢各位的各干爸干妈们这样子，特别捧场，每天的堂会有什么挂花圈？不会，没有。我们在里面是有一个角色，我们是有一个角色叫 Rose， 我们讲话。对，这样讲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吗？演剧之前有没有什么对，就是我们注意的其中一个酒吧女的角色，就是会唱爵士那些酒吧女，我们需要送观众进场。有一次我的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两个就是要这样子送观众进，带观众进来，是不是？对，领台的意思。类似沉浸式戏剧，你们本身是表演者，还要做这种工作？对，所以沉浸式戏剧啊，我们会有一种一开始他们就像是那个酒吧演唱的歌手这样欢迎客人。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演员的身份，这样所以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酒店。进入酒店后，请勿说话。这时候呢，就有一个男生这样，好，然后义务推搡，好嘞，客人吗？客人，然后我的朋友，其实是我的朋友这样，先生，我们现在开始就不可以再说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我们的 speech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酒店。一开门，一踏出去，哎呀，现在该往哪儿走呀？然后我同事他就出来，他是送完观众出来就跟我说，我真的要受不了了，我真的要疯掉了，怎么办？他也可能是第一次去吧。对，不行啊，他是不能这么说。他们是歌手啊，咱们是优雅的女孩子呀，是的呀，他们是演员，正在戏里面呢。好嘞，很有趣哦，各式各样的客人。对，每个地方的不一样的感觉。来，冲台来哈，欣赏了聪明哈，呛玉云欣赏来。廖祖国叫董南聪，我今天听了你唱的感觉，因为唐宫你唱不少的歌曲嘛哈，就这首歌来讲，它的节奏是有点慢拉丁的那种味道嘛哈，比如说是这首歌的它的旋律来讲，还有它的这首歌的曲风，我觉得你的音色基本你表现哈，我觉得应该气声要多一点当然我也没有尝试过，但是呢，以你今天的演唱来讲，我们刚才我们评审老师都有稍微沟通一下，他们也都一致认为你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
你练习的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拉时间，你比较没有办法融入。也许你有唱功，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的是歌词，然后拍子，你会想我歌词不要掉，不能唱错，拍子不能掉，这是你可能占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的部分。但是以这首歌的表现来讲，我觉得，你的声音在这首歌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还有例如前面来，我没有唱过这首歌，但是我听它的旋律，前面呢，你的嘛，那种感觉非常有点小小的慵懒。然后因为我听到的是关凌之唱，所以他是烟酒嗓，是不是？对，他的烟酒嗓很适合这首歌，然后他的爆发力很够，而且隔壁唐以聪哦，你后面的那个尾音都没有处理好，例如呢，情深意浓那个浓哦。你没有把它表达完整，你是说的嘞，就没嘞。所以你不止这一个字，还有碎裂跟梦啊，还有暗吹歌啊，这些尾音你都没有处理好。当然，这首歌真的是不好唱，但是我们的吉娜应该行哦。你应该行哦。这种歌他最适合了。对啊，因为我觉得你的我什么都行啊，没啦。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要功力，因为我知道你有在唱音乐剧嘛，那音乐剧它的 range 更大啊，对不对？你 maybe 有可能会接触到类似的曲风，所以我觉得你在日后的选歌上面因为比赛嘛，需要很多的歌，当你练习的时间不够，拉一个时间，你这首歌你没办法去掌握它。当你没办法掌握它的时候，就非常可惜，那味道出不来。我觉得是比较可惜啦，因为这首歌，就是所以创作给咪偷嘛。我刚才已经点到了你的气声的运用，气息，还有你的尾音的处理，还有这首歌它的情境。因为你在演唱的时候，我希望你是 enjoy， 是在享受的。如果一直想我在比赛。好，我要记歌词，拍子不可以掉。你这首歌你一定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我感觉出不来啊，因为你有压力，你紧张嘛，你没有办法放开。所以我觉得是你今天唱这首歌最大的问题。可是你是有实力的，但是你被比赛这种压力给困住了。如果你之后的比赛你是可以把这个比赛的那个心情啊、情绪调整好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个享受的舞台，我觉得你就超越自己，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大家。你没有办法control自己，没有办法control自己。对。好，那就分数来看一下了哈。看一下立修一个分数。分数最高呢？还有95分啊！对啊，是不是？比以前上半年是4.5分。老师有没有按错？对啊，你没按错哈？确定？24.5啊！哇靠！各啥堂给可能个人听的重点模不一样，各啥堂给重点模。恭喜恭喜！分数一个啊，一个。对啊，这个分数很好，很好，很棒。好，谢谢，不要担心，不要怕哈。哎呀，你很棒的。好了，杀下来。杀落去，要不要停待落？微笑再见。好了，行过啦。那条歌的乐团的自唱曲，下半期阿公请神的那个故事啦。黑吗？下半阿公的故事。其实我来比这个赛，最大目的就是唱完这首歌。这样也很会创作的，我们的韦如老师，对，来讲一下。对，他这首歌创作的怎么样？真感动好。其實應該知道做演我嘅做故事啦，就是都是一個心情的感動的。我有被感動。陈伟如是叫你哭嗎？水停嘞，有霜無凝嘞，花開嘞，慢慢凋謝嘞，我感覺你錯了寬恕。
当写个笔记，摕个相片，遐年的美，匆匆了的时间，那对那道是向我告别。爱决定为了个时间，爱对你讲，所以飞的两三卡路两世界，记得对爱微笑讲再飞，爱讲再飞，总得再飞，本无字变作思念，划过耳边，所以飞也记化作变伤以后，微笑可能暗度的心碎，不愿再飞，不愿再飞，下最后不爱的记忆，慢慢离去。再飞的两三角拢两世界，记得你对爱微笑讲再飞，爱讲再飞，总得再飞，本末子变作思念送把土爱你。所以飞也记化作变伤以后，笑容可能暗度的心碎，不愿再飞，不愿再飞，留下最后不爱的记忆，慢慢离去。慢慢离去。来没事啊。抢用，因为那条歌的玉田的自唱曲，自唱曲，下半句阿公亲身的一个故事啦。黑吗？下半阿公的故事。其实啊，我一定要先讲，不然我怕我永远忘记。其实我来比这个赛，最大目的就是唱完这首歌。所以我很谢谢制作单位让我表演这首歌。一直到昨天才确认好歌词。因为我家里只有阿妈会讲客家话，我也不敢跟她问歌词，因为我知道她很会，她一定会很难过。所以我自己用 AI， 然后只能同样你制作单位讨论阿贵州本来是法语的歌的错吗？对，本来是华语歌，阿贵州汉语词，哎，对，不好意思，不会，说嘛干嘛不好意思？没有，就是唱到自己有感伤的一些东西。对啊。古说你喺 video 两条歌的雷天师当红，我冲两条歌的特别。对，唱这首歌，这是这首歌，所以就是特别这个歌词筹备改的时候，张贵后，筹备张贵后，对，所以难怪我刚刚都听不出来你在唱什么，因为他是有点可能华语词直翻啊，不过跟充电西早私有堂的事啦，微笑再见嘛，微笑再飞。阿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我。这说来话长，其实是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决定。首先让爸爸不小心精神崩溃。你说你吗？我自己，对，因为看爸爸很难过，所以同意他做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精神不小心生病了。然后就是越来越严重之后，影响到家里。有一天在家里发狂，阿公也不小心被波及到受伤，导致他短暂失忆。
那段时间刚好是制作单位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就疗养院、阿公医院两边跑，两边这样跑，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次，阿公出院了，跟阿公说我要去上班咯。阿公就是笑笑跟我说再见，然后隔天是台风过后的早上，那天我没有住家里，早上阿嬷打电话就来说阿公不见了，然后后来过几天，阿公在田里家里的田后面的大水沟里面浮在上面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是被谁发现的？你去发现到？我没有发现到，是阿公的弟弟发现的。但是第一天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淋着雨骑摩托车，我一直在找，就是找不到。我家里四处都找了，我就是永远都没有找到，甚至都还有梦到他。只是他阿公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他有任何委屈，他从来都不会表现出来，他也不会有哭过。那他有。其实我知道他心碎，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变这样，他很难受，然后自己的儿子又这样子，所以你阿公这样发生这种事情，你自己很自责是吧？我很自责，因为我觉得这连带我会想到其实是我造成的，其实大家都是怪爸爸，可是其实有些事我没有讲出来，我一直觉得是怪我自己，导致后面变成这样子，然后每天。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每天回家，看到阿嬷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哭，看着吊篮，看着挂在墙壁上吊篮，我其实蛮难受的。就像一开始来比这赛，我希望是唱给阿嬷听，让阿嬷可以快乐一点。然后这首歌就是想要。拿来唱，就是这个节目唱给阿妈听，对阿公的思念。其实我想对阿公说的话，就是这种目的。所以我其实真的很谢谢制作单位，也很不好意思刚刚让大家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跟阿妈一起想念阿公吧，是不是？爸爸也很自责啊，全家都很自责。一起，这是阿公的照片，那是你吗？对。你们就是都住在一起，对，三代同堂。对，阿公阿妈。对，是阿公。是，没关系啊。我觉得现在你把这首歌哈，你就是不管在华语还是客语这部分，你就把它发扬光大嘛。对啊，让这首歌能够让更多人听到。我觉得音乐创作很棒的一点是，你可以。是你一个情绪的出口，然后也是你跟阿嬷或爸爸一起一个情感的连结。我觉得这个微笑再见很棒。我们大家听了，如果有相同故事的人，其实都会有跟你有共感的，会产生共感。对啊。所以希望你接下来在音乐创作上，或者是你自己的表演上继续努力，好不好？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我觉得你有这个才华，用音乐说出你的故事，也可以抚慰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你看建伟。跟着你一起哭了，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故事或者这些事情会有共感的，会受到感动的。他抚慰了你，也抚慰了很多人。音乐这件事情，好的歌就会感动到很多人。所以你要继续加油，好，慢慢的让自己把这些情绪，也许借由你的歌唱或者是你的音乐作品释放出来，然后让家人一起走过这段时光。这首歌很棒啊，我觉得其实很棒啊，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情感。对，大家会听的。这样也很会创作的，我们的伟如老师，对，来讲评一下。对啊，他这首歌创作的怎么样？真感动好。其实我知道做音乐跟人做故事啦，就是都是一个心情有感情、感动的。我有被感动。陈伟如是叫你哭吗？好，我要讲话，我有领评审费。你现在那么幸福，你在哭什么？有时是我知道这个人生有乜嘅发生乜嘅事情啊，其实都係有你自己有安排好。那随着音乐创作，你在舞台上你发挥了你的光芒所以大拜你冲那条狗嘅视角，你嘅阿公都會在你面前
只是你看不到，在另外一个维度。所以我知道，做一个创作故事哦，好好走几嘎，你就好好做你自己。哦，那自责跟这个是自己的功课，所以我知道为你懂后该肯定。一起加油！我也觉得很荣幸有这样，我们客家有这样的新力量。对，跟继续加油哦！要继续唱歌，冲狗本太嘎糖。然后下一次唱，不能就是那个哽咽，你要去想别的。你要哽咽的刚刚好，或者让自己分心。要 hold 住了 ，hold 住了，对啊。朝这个专业的演出者去努力哦。因为有赏时你周冲奏嘛，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也做创作，我也因为。一些事情写了一些创作，曾经也永远无法演唱。不过有影来发现到，在演出终于可以演出的时候，我发现有人他因为这个故事，然后他获得安慰。所以你的歌我觉得有这样的力量，好不好？以后也把这种安慰带给大家，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好不好？好，加油哈！好，那看分数了哈。好，来看一下分数，看一下亚标挺的分数。吕华伦没问题哈，谢谢。好 ，OK。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跟你说，玉腾，阿公他想要的是你用跟他能够沟通真正的客家话来唱给他听。所以今天这个其实不算。我认为哦，《离鼠狗》这首歌其实很清楚的听到，这里面用的这些客家话不是很正统的这首歌原来的位置。所以你有感情。那首歌可是，在阿公听起来，他一定听不出你的感情，你不一定没合法。然后整个的走向、咬字跟每个句子的结构都不是客家话，所以我会建议你，要么你就找个机会把这个歌的内容跟我们团队来讨论一下，最好然后给你一些意见。就是跟团队讨论的。对。团队帮他改的客语词，没有，是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属于客家语言使用的方式。哪个其实是公公，玉腾，你将来我认为你很有才分，可以你的天分足够，可以变为专业的作曲人、作者。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进步的过程。相对的，阿公在看，作为我这个老人家，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对我后边的我的下一代，对，就是这种期望，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对方向，就是你要用客家话，因为这首歌下本阿公有没有？阿公，那你一定要用阿公听得懂的东西唱给他听嘛，是不是？这个旋律阿公绝对会能够接受，不管他怎么样的旋律，但是请用阿公听得懂的话，用跟他讲话的方式把里面的。因为我听了这个歌跟这个的整个的进行，它可以很口语化，它可以很亲切，可以很贴，甚至很 pillow talk 的感觉。我寄望于你把这首歌下次有机会再唱出来的时候，阿公看到的时候，搞不好就下雨了，好不好？好，谢谢，加油！下一段努力的目标，对，客语词写好。客语没有微笑再见这4个字，我知道啊，所以比如讲笑眯眯的在飞，要么个之类的好，或许也笑点共在飞，笑着说再会，这样子。谢谢。OK， 加油，笑点共在飞，好，好了，杀好了，杀了，嘿，送就冇带来缝嘞。啊。
谢。有哥好，金娜姐好。对对对，有熊来了，你有们贝尔来。今天都是讲好都穿黑的，穿黑的是不是？没有讲好。你们真的是一个 group， 只有跟那个圣慈没有讲好。圣慈心。黑色是一种时尚啊。对，我觉得很适合这首歌的风格。OK。我其实练这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弃子，也是最近。弃子，器官的器，然后孩子的子，对，然后我纪录片还吗？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在描述说就是器官买卖的一些，对，就是关于社会的那些镊子，我知道了。弃子，它是代号，就是一个代号，它其实它是一部电影啦，然后这一阵子蛮多的讨论器官买卖，还有国有器官嘛。对，我好像剧情是虚构的，可是他的那个他描述的议题，让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后来就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我可以知道怎么去诠释这首歌。这是给点的了，知道吗？人心疯了，为了利益可以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真的，这个贪婪。这样有吗？这样解释有对吗？有。真的很多人都会那种利令智昏、利欲熏心啊。对，真的很糟糕。对，真的。但是在某些人的世界可能是这样子，没错，他们的游戏是这样子。这没有办法了，因为资本社会大家都希望赚多一点钱嘛，但是不能泯灭人性啊，对不对？还是要有道德观。是，对，没错。好，重泰来，好来。讲嘉修老师的公平。哦，郑伟，你真的很让我觉得那个位置很有影响力，实在讲，我楚楚看到你刚刚就没有觉得你那么的有内容，那么有内涵。可是慢慢的，现在开始，因为你坐上了位置以后，才发现原来你在生活上累积了很多东西。他看书，他对所有的一切有很多很多的感觉，他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看书只是在假装的而已啊。看完书名就滑手机。对啊。可以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才会有动力去看书，就是我不会逼迫自己说，这本书我一定要什么几天看完。你想要看的时候，你才会去理解那些看到的内容，其实我都有看进去。对，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跟他开玩笑讲这些话的时候，也许也就是很多社会上有些人在看这些年轻人的时候的眼光没有看进去，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也在累积，也在过着他们生活里面，而且他也是在充实自己，用他们的方式。对，他用他的方式啊，他觉得这样他很 easy 啊，他用你管人家看书的姿势怎样，对不对？你管他前后怎么安排，但是他吸收了嘛，确实他吸收的东西有吗？有吸收进去吗？就是有多少啦，不是说一定每一句都就是倒背如流，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对，个人解读不同。对啊，就比方说他唱一首歌，我刚刚听到，为什么觉得所有的老师都互相看一下，哇，好感动哦！原来他可以讲一大串大道理，在这个地方把整个他看到的东西，他那个剧情的情节跟整个的反馈，所以他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是没有听过亚军怎么唱了，但是老实讲，我觉得他把里面的精髓每一点都挤出来了。因为我们非常仔细至少我个人在非常仔细听一个歌的时候，我听他在唱的，包括中间的小间隙，包括尾音，包括每一个小部分，他都很小心的去处理它，然后该爆发的时候就爆发，就感觉上这是一个真的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因为他伸缩自如。他想要抢就抢，他可以打到底，然后转音假音在转的时候，他已经感冒了呢。他感冒的情况之下可以转音转那么漂亮，所以我对他来讲，今天其实我给他非常高的评价，而且更对未来可能对他还有更高的期望，因为以这样的一个演唱的歌者来讲的话，他可以诠释的歌曲可能不止这一些而已，所以希望他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做出更多、更精彩、更吓人的东西，让人家觉得说他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很好的苗子，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懒惰，他用功。用功。就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在看书，其实我很想说哈，如果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亚军的歌，我会觉得这首歌是竹美写的，然后是你的歌。对，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谢谢老师。哇，这次很高赞，谢谢。
你真唱出自己的灵魂呢。谢谢。哇，老师现在赞扬成这样子，太厉害了。很棒。好，来，可以哈，可以哈，好，还蛮我有请目前青狗分小雨，有的不同的没有，刚刚小雨，茶冷点对，小雨90分，嘿嘛哈。拍摄OK， 少雨姐姐跟你一起看分数了哈。可以。哦，可以哈。你们现在感情怎么样？目前看起来还好，我觉得姐姐人超好的，她人很好，她一直会跟我鼓励，对，她不会藏私，哈，没有藏私，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觉得姐姐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会跟你一起分享，对，然后就是我每次唱歌，她就说哇，妹妹你唱得很好，这样子就跟我鼓励。姐姐也是饱读诗书，她北艺大，你们可以交流一下。你的感觉姐姐是很真诚的，不是很假的那种。对，真的是真诚的，毕竟她是演员嘛，她戏演得很好。这我就不知道。鬼晚生了，鬼晚生了。哎，莉莉亚片，因为有很多时间嘛，他这个做的皮用感情。好了，分分数了。好来哦，可以哈，送出某一个分数。今日两年，阿英真好。你阿英记做得啦。做得。阿太啊？阿太啊？干嘛变阿太？超过一甲子。有60岁了。哦。他有病。我还以为你超过我1甲子。做仙了。可以哈，送出某一个分数。祝妹97点分呢，接近满分了呢。哎，恭喜祝妹，V 面成功，抢登上 V 面再破冰。来，97点分，第4关，恭喜。哎呀，也都来到呢传统组位破壁争霸赛，今尾竞争呢可能会有新的高冠嘅EV啊，目前呢避免9冠的赖燕婷，3番条同穿到了，不要让我们制作人得逞，有可能会失管哈，系啊，就拿到奖金呢，对啊，今日好好的创作的，系啊，平稳冲就好了，歌词记得了哈，歌词记得了哈，没问题啊，好好的创出来，没问题，应该都没问题哈，来。好了，比赛之前的介绍的评审先生哦。哦，欢迎昌永兴先生、曾敏珠先生、温生琼先生、潘秀峰先生。好了，是不是先生好？介绍台呢哈，今日有位新的参赛朋友，新的朋友来自新北土城，牛田带来罗山歌。好嘞，弹歌啦。南風唔大，北風涼南。來向
爱上飞那。 阿英姐吼，唔系阿英姐做得啦，做得，阿姐啊，阿太啊，干嘛变阿太？超过一甲子，有60岁了哦，他有病，我还以为你超过我一甲子，做仙的，那有可能。一个任瑞来到现场，哦，T 拜来，T 拜来哦，同熊熊的汹涌吗？ 天师大空看到有感觉有冇？天师大空看有他谁吼？嘿，嘿，冇查，嘿，冇上按胎冲冇，冇上按胎冲冇查。唔讲慢嘢按胎。你样胖，你样胖啊！只能係看過啊，你看過啊？會線的時節看過啊？已經會線啦。係啊，有看過係半年，有同埋我那個半年他講。哎呦，幾啲兔場會線嗎？有啲哪度會線？都北湖新湖。 虎口北湖，虎口嘅片，虎口哦，那唔帶兔場，只都虎口伊時裝。蘇酸皮朋友去啦，加油啦！唱嘅父母子啊，係嘛？係同父母子去嘛？唔會查，你懂好呢？你嘅虎口就是苗栗以北嘅嗰啲哦。青燕一唱遊戲，差唔多台中嘅片吧？咁遊戲都暗演。 暗啲哦，見暗啲哦，佢清口照真好呀！哦，父母子愛嘅生意，本來阿生，後來見衝也較好也較好，所以幾個人好朋友。叫我土人兒知道啊？係我出來唱歌嘅係出去比賽，係土人愛去比賽。土人兒只要你愛比賽係啊。講按好唱歌就出去唱歌嘅，係啊，爭會進步啦。所以其實聽得出人體敗來嘅，嗰種感覺，因為大家嘅 vibration 啊，佢緊張嘅轉音特別多。好笑吧？體敗來啊！同電視當中看其實偵查清楚。唔會查，唔會查。總體嚟講，先公平啦。高中先生公平嚇。有手機今日創呀，實驗三個，第一奧斯全部有章，哦。 創嘅基本也嘅強運也係長板啦，吼。當然也比較較有問題就係強山啦，哦強山啦，哈。體敗來緊張，佢說強山，因為強山佢說落山歌全部重音嘅，哦重音當明顯會唐愛說講哦，吼。 緊準的個安尼方式啦，也假使喺杜方嘅二老人提倡嘅就講北風嗰隻北勢要注意啦，吼。嗰個也來響，嗰隻響是做在唱莫按出，也來響那個，莫也來響這樣，吼。哦。要帶到上去比腔音嗎？哦。 響，音咩響？滑一下啊，響，係，各位唱到歡喜啊，係唱到歡喜。唱到啊，唱到歡喜嚇，唱到掠個面向嘅個樹音嗬，模樣係千嘅安尼，千好勢。 最尾嘅田太講嘅嘅就講師天然冇按好，哎呀就注意會唱嚟會更加較好，加油啦！什麼高中？哦，按字寫，哦，有這個看下嘅分數咯，好唔好？好，看一下牛天英嘅分數。好嘞。做
无得啦。就是你点唔分啊，係啊，要記 video 下來啊。要記 video。係啊，要記 video。先熱過一下。好，先坐一下，先坐一下。坐一下。就這樣，就這樣。好的，送禮拜哈，僥倖留下來的朋友，因為送禮拜用力語，蒙詞啊。奇怪哦，我頭腦唔知咧做乜。你這叫蒙詞哦。佢可能頭腦全部都綁鐵的。要一個副腿當空，有場時會放空一下。對對對。有場時真嘅會用呢。對啊。你是表演嘅時節就蒙詞嗎？敷衍給 MD， 我是誰？我在哪？這樣。哎。還是你現在就想不起來？哎，是啊。我們常常忘詞的這個幾率仲高啊。哎。好來，沙下來。沙落去，富麗華帶來三個字。來，彈過啦。係。理髮字，兩禮拜他冇按緊張嗬。一禮拜真係衝到以後啊！按緊張啊！一禮拜衝。哎呀，就好咧啊！唔會查呢一禮拜。係啊。從上禮拜有啲甜茶啲撇的。哦，有樣啊，係啊，先緊張。上禮拜啊，啊一禮拜還好啊。還好，還好，係啊。衝上嗰個經驗咧，應該1舊咧吧？有1舊誒。唔係啊，上天師我要講啊。咩啊？講從嗰有辦開始嘛，從倆都突然孫都出來衝嚟啊。嗰有辦咧經歷有幾舊？應該1-2年有啊。模擬10年。10多年。10多年有啦，10多年有啊，係啊。報山嘅片哦。報山嘅片。你說退休以後再去歌唱班也係？係我孫哈出世以後有嘛，我是土4年啦，土4年咯哈。無聊。係啊，4年就土好太掉啊哈，差唔多。2-3歲嘅嚇，還是8年去唱山歌呢？8年去啊，可以練唱山歌啊。佢唔會叫喎。嚇，唔會當鬼呢？當鬼呢？哇！專少兒嗎？有2種呢，少兒啊，嗰個病情啊，係啊。難怪佢從小耳濡目染，你睇先引致誒，就可以是安尼彈。就彈衝山歌啊。係啊係啊，錯啊，衝山歌。安尼厲害啊！係啊，今日可能成績應該會吧，唔知咧。唐先生公平下，陳明珠先生公平下。好，理髮師啊，係阿姊做得啦。做得，係啊。看到去到耳邊啊，還有啥嘅？哦，我彈唱山歌應該當有經驗。好，不論做人也好，好，然後嘅舞台嘅台風，哦，當自然。啊，但是有一點就係，你每上啊，哈，會好，個上啊，個後人嘅人。當中安樣人，所以你要想辦法
营养班员的贵金，人家会拿到韩那国的分数，今年无人扣分，继续加油。哦，好的，没扣分。哎呀，好，就看下来看分数了哈，来看一下福利法嘅分数。好。60分呢，哎呦，对。同上礼拜比有进步啦，上礼拜91.5分，对，哎，啊，安尼就看啦，看后摆营养班啦，哈，系啊，看有办法留下来嘛，哈，看有评分的冇啦，哈，哎，你先抢手一下啊，先做一遍当手，安子些，好，抬些哈，哎，好嘞，撒下来，撒来主兴奋带了落山狗，来弹看啦。香港一通。今年也同學冇來啊？有，同學冇來。第幾遍？怡君有來。第幾遍？哪位兩邊？怡君有來啊，你個同學沒來。怡君，哦，有來。哎，隨時可以耶。懂会唱，真的，董鹤堂，唱也有味道，真的啊！你说卡都是一个王风族啊，你真的，嗓音有圆，有亮，董鹤堂，嘿，站啦，等下长期长多，莫同头讲起，哈，马盖，你讲风族欣赏，对啊，你用跟我按讲啊。对嘛，对嘛。你几多岁？说得唱高一下嘛。哦，70人咯。70人岁咯。哦，你保持到安尼很懂好啊。系啊，身材还有嗓音都保养得以后呢。这可能有受过肉发炎的。肉发炎错不会吧？啊，不会嘛？有冇有肉发炎？会哦，会吧？尤其我正业去做迄。做啥咩？嘿，做啥咩？对。我做啥叫用干啥？能用吧？穿针引线的时间，俩冇做退休嘞啦，退休嘞。哦，英国咩落发有一层的嘞吼，因为落发当退休的嘛。50岁都落发嘞。哦，哎呦，做那种很细致的工人很容易老化落发。喏，哎吼，是这张落发哦。哎吼，还冇戴隐形眼镜。嘿嘿嘿。哎，我就很好。嘿。但有一点散光近视。哎，但我戴了隐形眼镜正常以后，我就变老花了。就落发了，就安尼可能。
太奇怪了。哦，你做的老师不用太累啊。啊？你们都会发数据的嘛？对对对，所以我手机我个手机一个私青台。如果我抽卡票都看得到。系啊，哦，因为按用的关系啊，头摆个做sản婦的時間就真麻煩咯。頭擺每日去上動會做啊。動會做。落髮以後你就開始冇做衫嘅時候。做。較少。也做較少。哦。一下講真嘅，迄個純刺染，拿一支針，啊本穿過去有辦法穿。我用穿針器呢。哦，穿針器。你還用穿針器啊？很麻煩對嗎？哦，對啦。不用自己找麻煩。我做木匠帶電啦。木匠哦，落髮木匠帶電。有啊。韓州的就抽嘞。哦，厲害厲害。都少啦，都少啦。用酸保用的以後嘞。真係當真嘛？其實攏是。係啊。好。充水樂觀啦。哎呀，樂觀。樂觀哦，嘿嘿，你還一直充電。對的，好了，充電了。充電嚟講，因欣賞嚟公平哈。來。做新聞時啊，今日從了羅山哥。日向呢？我對重視的山歌啊，因為你係只對我哋山歌當好一隻長將。今日呢，你上當輕當亮，哦，和幾條羅山歌也唱到一生。我本身為本意當過分嘅，我個人認為啦，今日只山歌呢，體育每上。唔多啦，天一嘅小妹為阿生嗬，到天四嘅小妹人話，忽然間比天嘅還要短時實體嗬，應該感覺到奇怪，你是哪頭呢？你對你自己本身嘅發音哪頭你自己就應該，當然啦，你上過意外場，我相信繼續找個比賽機會喺度當台哦，所以講我本意多少。一點我概念的時間，加油哈！好，安子謝，什麼比賽？這個誰問題？還好，各位建議下就好。好，來，看一下哪個分數。看一下主新婦嘅分數。好。唱歌啊，對啊，新婦節嘅基本分數就係95。你今比電影比比免炸過關以後就開始往裡面咧，你就開始下禮拜可能就抽中意，係啊，好，什麼新婦節？好，先同恭喜啊，嚇，先恭喜下，謝謝。好嘞，殺下來，殺來陳裡面帶來3個字。嚟談噶啦。今日創嘅笨嘅冇咁樣啊！一種冇咁樣咧。你哪好嘅很強？自己寫。自己寫的？你自己怎麼寫？今日又都
听 YouTube 的唱的啦。听 YouTube 唱的。听 YouTube 了哦。哎，青岛朋友喺唱嘅 YouTube 当中看，小亲其他嘅欣赏嘅歌嘅来好。这个很方便啊。我们自己学歌也是这样，现在根本不用去买 CD 买什么，你要听也是就是一些音乐串流平台去弹。哦，就同样用好起来就出嚟。係啊。嘅強嘅唱法以前冇買強用嗬。那糖豆蛮演唱哎 ，YouTube。应当是谢能章老师唱。哦，谢能章哦，难怪哦，有叫咩事哦？啊有。啊貼片咧。哎，佢唱過都係咧。謝先生，我看你節目，你不要重話。係，佢雙拜來講，嘿，佢特別個前面個人，那個這個衝到個，特別衝就動掉。看你節目跳過片頭，張磊。對。特別三個六，那麼三個，佢那麼過到哪去啊？有個還記得。謝先生，請叫冇看到咧。對呀，哦，謝先生尤其比較嚟安尼節目衝過我們大家堂，衝過真係非常有味道。好，來，安尼就唐先生公平咧哈。OK，好，請秀芳先生公平啦。好，感謝吼，正如你哋個客家電視台吼，提供俾你有當多，你客家鄉親吼，無論係客家人也唔係客家人來參加你哋個唱腔嘅節目吼，真係非常唔簡單吼。有暗好嘅舞台，其實我家看你裡面先生吼，所唱呢一首歌曲嘅時間，而家扮跳就老一般傳統嘅模腔樣吼。我當家唔見唱起來不當當樂線嗰種嘅嗬，當自由嘅方式唱出來。唔講唔見咩嘢嘅表現嗬，比上擺要較好哦。就講表現出來當自然，唔講略嘅嗬，味道略嘅冇按到位。你將呢個練㗎係熟到嘅，我相信會越來越好，加油！好，安子 say 好，謝。放進一點憤怒感。對。對，因為安現人東西那個唱歌都有高薪嗰種感覺，太有自信了。他就認為他唱歌是最屌的，那種感覺。咩真是懂厲害啊！嗰種痴心都拿出來。對，你真的中國真的後台。係啊，好。係啊，你看分數啦啊！歡迎啦，陳李明嘅分數。是3.5分，哎，都挺高分啊！做掉下啦，冇問題哈，裡面大家也可以哈。好，再看下到底啦哈，先能講嘅歌曲哈。好來，接下來就係避免咗賴燕婷帶來《廬山歌》。哎呦，來喲，歡迎下喲。
歌词有错不错嘛？冇啊，哎，这冇啊，问你啊。给你个赞。对啊。赞。这样就我拿。去使馆的啊，使馆。系啊，按旧的。嘿，当旧的。使馆。嘿。安尼从去年比到也好。系啊。系嘛？哦，我几年的时间呢？你一来就上去抽的吗？冇啦，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有一层的头前个林克雄先生，林克雄先生。哦，林克雄先生，高铁也要当本。张光南。哦，所以上一摆个使馆里面的林克雄先生。林克雄先生，嘿，哎呦，希望金本义。顺顺利利过关，系嘛？希望爱顺利喺你嘅海味关注。应该做得，应该先生要全部已经分数打好诶。准备好，你看。系啊，所以表示人个分数应该是过关。希望啦，迄个冇错唔错歌词，给发啦。哦，嘿，所以还能要谈一下先生。当然我呀，冇人用版给分数。好，来。哦，像高中先生的公平啊。去解学生诶，来。燕田入面唱的比上礼拜唱的要卡好，哦，也係上禮拜因為我要來嘛，嗬，啊，呢個佢面唱呢個喺藝術講我唔好講羅山歌，我講西安山歌，我都泰山歌，佢唱嘅。算平順嗰個佢有一隻東西嘅嗬，也到目前為止20年有用好勢，佢有用到7省，就一般講加省啦。哦，係佢嘅個人嘅素材，佢嘅創日7省，佢創來算當孫本堂度講，以後。哦，一隻部分咧就係優點，但係佢假使愛講嘅缺點，因為10萬嗰隻萬是佢冇創好勢，好，不求嗰隻不是人家冇創好勢，一兩隻是係咪愛注意哦嚇，其他不論強弱也好，強也好，一創羅山歌，有時候你創動慢動土，有啲你創強夾。基本上係屬於係糖度清順嘅屬於啦，糖度好嘅，加油啦吼，喺喺上啦。TVB 都強慢對吧？有一些嘅啦，我本人感覺唱嘢唔記得咗像詞啊嘛個東西啊嚟啦吼。常常雖然佢係多數會吃油飯，其實也係咧油飯嘅，本來也個果油飯咯。有個就係講有它的律動。有，本來你做老大較早嘅人唱，叫一種全港一拖第一年啦，他還是有個版哦。要是他個勁衝勁山，然後你衝山的當豉油，他才是有的。踢腳嘅話，可能會拖清橋。對。哦，佢所以咩嚟咩就講，唔記得詞也冇嘛，要見上漲來漲。但是就喺在依靠喺毛先生。但是對人家就人家就憑什麼人這嚟到啊？一堂就堂嘅事啦。講也唱嘢要脫這樣嘅，佢沒伊嘅真相。真相慢咗的，但是我慢到有夾嘅。跪下糖度係順嘅，順，姜咧葱要順，冇順做唔得，點樣佢唱係順到要順，加油啦！好，先生，呢個是講山歌唔錯，大門嚟啦。我就太明顯了，跳明顯，上下來喊叫，上兩句。哦，可能講下分數咯。今日同學冇來啊？有，同學冇來。呢邊，怡君有，你上嗰邊，哪個兩邊？怡君有來啊，你個同學沒來。怡君。哦，有來，哎，隨時可以耶，很厲害耶，哦。好嘞，我唱新婦之類都不推動。對，麻煩你啊。你是管看有歌管嘛？我先講，我家是有歌管，我就老阿公講，阿公你唔是誰？唔啊，等一下，等他再來講，好嘛哈？哎，你先看分數了啊。好，來，來看一下賴燕婷的分數。
恭喜！第一面是公脸兄是礼拜过关嘞，新的关注。哇，恭喜！挺可赞的哦。来，亚专麻烦哦。来唱新婚季前专业当中，高中欣赏先颁总抽一抽。恭喜啊，那个颁本安利个燕婷。都是管的米面。东南拿到嘞，高中欣赏颁总本嘞，来。这就代表一个传承呐，真的一个传承，对啊。请大家欣赏颁总本哦。好，谢谢安之姐，大家冲奖要抢你个民主欣赏，颁发你个支票啊哦。前清冲用了哦。哎呦，一胸赞呐哈。对。好。好了，去比他胸，好，做好了吗？好来，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欣赏个钱会不爱，欣赏，人哪一爱，钱都不爱。你要私吞吗？拿就好嘞。来，不爱拿不。哇，这个冇简单啊哈，给一个后生。小阿妹，你是公司对按那个客家的传统歌曲哦，按认真哈，按照我传承阿姨哈。TV 按后生的歌管吗？也有啦，之前有啦哈，跟批韵嘛哈。旗下 V 哈，意见没共用啊，黄宇娟没共用啊。来。好，来，唱的时光未免。现在冠军的啦哈，要发表一下你个感想感言吗？对啦，必须。我也比赛快1年了，然後我感覺我明白都有明白嘅問題，我去進步，我就感覺我自己就是很努力在就是客家傳承這條路上，因為這條路上東西有人，然後我賴人生欣賞係給我的啟蒙老師，賴人生欣賞，然後。佢講我去上東後，在我8歲嘅時節，佢就很強硬的教我唱山歌，每次唱8歲嘛，唔係啦，8歲，我8歲時，佢就抽燈，然後臉很臭，然後看到我說，來，你現在開始唱，開始唱歌，對，然後我就很緊張，然後我從以前的那個很低的調，他唱到什麼 A 調，這樣 A 調，B 調，對，他就叫我先往上唱，再看自己適合什麼調。然後我很謝謝賴老師，然後咩當感謝評審，4位評審欣賞，咩當感謝我嘅阿公，佢生病，然後還那個。也因為按比賽的同時加阿公啊，就帶動佢行業也傳統也條歌曲嘅阿公也係已經。從細就係在阿公順風安用看電機。阿公，看到阿公安用。癌症末期啊。對，然後其實今天阿公本來一直說要跟醫院請假，說要來現場跟他祝福，但阿公冇辦法來。不過阿公看到人拿倆就會親，一定很欣慰啊，懂歡喜，係嘛哈？你等他做的赤腳大天發文給他視訊。有，還有一直傳來我的手機，一直叮說趕快影片傳來。哦，樣片給他傳過去。那你是不是要補一下妝再給阿公看？全部發他了哈。阿公一定很以你為榮啊，真的，兩無簡單的阿公，人家孫哪厲害呢？希望為面成功過4關呢。千希望我做人孫嘅，阿弟啊在舞台當中，做人拿到傾國嘅榮譽哈，傾國嘅獎項，係啊，我相信演藝團會繼續哈，用入後生嘢嘅精神，傳承呢客家文化。將立秋夏老師共用。你還比誰加油？都你還沒做。加油！加油啊！我每次都想講，這次他不在，可以講一下。加油呀！哎，很有加油力啊，很像吧？就親友精神，你會被激勵到啊，好，很可愛。那因為你通過了嘛，哈，所以我們今天就那所有場全部留下來，恭喜太子家，恭喜太子。對啊 ，OK， 好，那現在搶等松 V 免炸波 V 了哈，拿着你的獎杯上去，好不好？跟阿公 say hi。但你衛生紙不想拿，已經粘在臉上了。恭喜賴燕婷，是美麗喜被關注 V 面試關成功，恭喜燕婷。
日头已水涌大地，拍过沙布，揭过山派，拢来唱送机。绵绵唔吞春险，强台主子玉宝一家太细老跳伞。 送景，办事就是爱改名。一支草啊，一点路，欢喜喜做，感恩喜受，人生彩色爱思量，期待一天飞步一天，奉献黑本事。 读书办事研究，一页一条筋，头摆文包紧精品，乃面计入乃拄介紧，西边变将军。一支草啊，一点路，欢喜喜做，感恩喜受。 人生彩色爱思量，期待一天飞步一天。想飞动一支草啊，一点路，欢喜喜做，感恩喜受。人生彩色爱思量，期待一天飞步一天。奉献的本事。